我最中意蒙娜同埋歐守君，其他唔中意。劉佩玉、胡思韻。得歐守君同埋陣子啊！那你話？另外，بر اساس رأی قاطع نمایندگان محترم مجلس خبرگان رهبری به عنوان سومین رهبر نظام مقدس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تعیین و معرفی می‌نماید. 56歲嘅穆傑塔巴仲喺佢爸爸香港道教人咧，道教人，好道教人嚟。道教人。高中畢業之後加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，喺伊朗同埋伊拉克戰爭末期服役。自年輕時期就同革命衛隊逐漸成為佢爸爸嘅政治助手。2019年被美國連續制裁。根據伊朗傳媒報導，穆傑塔巴長期協助爸爸處理國家重要事務，對國家重大行政事務。我今個禮拜六同陳碧華影相。地上三環嗰度，陳碧華、陳美紅。因為佢係中階神職人員，而並非伊斯蘭什葉派進階宗教學者阿亞圖拉，被質疑缺乏成為最高領袖嘅正職資格。就喺伊朗專家會議宣布佢接任最高領袖之後，伊朗傳媒改稱為阿亞圖拉。外界認為呢一種一世宗嘅做法同佢嘅爸爸哈梅內伊1989年繼任嘅時候，亦都唔係阿亞圖拉，而係透過修改憲法以符合繼位資格原則一致，以彌補佢嘅宗教自決不足。穆傑塔巴以往一直保持低調，好少公開演講。佢繼承父業出任。我今年中區區4個女仔中，志華捐今年增加音樂節目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星期喺媒體表示拒絕接受任何延續哈梅內伊政策。我哋得馮敏之同埋胡思韻影相。專家預料，穆傑塔巴繼任之後將會承襲佢爸爸政治路線，加上佢爸爸哈梅內伊太太同埋一個姊妹都喺美爾襲擊中遇害。我想300婦女。以色列採取更強硬立場。分析認為，歐守芬用中力美劇。意味伊朗強硬派仍然掌控權力，對美國同埋以色列嘅軍事行動選擇對抗而並非妥協，挫敗美以企圖推動伊朗政權更迭嘅目標。路透社引述伊朗內部人士透露，佢33號去揾下陳樂儀。將會迅速行動鞏固權力，更嚴厲管控國內反政府聲音。我哋聽日繼續世界觀。